哇！我頭先睇到新聞，香港每年要用幾十億去買東江水啊！香港原本唔係喺將軍澳度有個海水化淡廠嘅咩？睇真啲先。哇！原來呢個海水化淡廠咧，佢要用電先可以將啲海水化淡㗎。同埋咧，佢處理嗰啲高濃度鹽水咧，如果處理得唔好咧，排放入海度會造成更大嘅污染啊！咁點算好啊？係有解決方法。咁我哋呢個裝置咧，主要嘅目的咧就係為咗減輕啦傳統海水化淡廠嘅負擔啦。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咧，因為咧傳統海水化淡廠咧喺化淡嘅過程中咧會產生高濃度嘅鹽水啦。有啲鹽水咧處理不當咧，就會更加污染到個環境啦。咁我呢個裝置其實好簡單啦，亦都好環保啦。主要就係有3個樽組成啦，樽與樽之間咧就會用質子膠膜嚟到連接住啦。咁咧其中一個樽就會擺淤泥啦，另一個樽就擺微藻，中間咧就會放海水嘅，咁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嘅閉合電路啦。我哋都有個太陽能板啦，佢就可以跟蹤住啲陽光咧，等啲陽光咧無時無刻咧都可以導翻入去呢個微藻入面咧進行光合作用嘅。我哋咧呢個太陽能板咧仲可以發電啦，提供電力俾呢個嘅儀器咧，去到監測住微藻嘅發電效率啦。如果微藻嘅發電效率過低咧，佢就會啟動一個泵啦，將啲微藻泵翻勻循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充分咁進行光合作用，使佢嘅發電效率可以大大提升啦。咁佢嘅原理係咩呢？首先，海水中嘅鹽分嚟自氯離子同鈉離子。而樽之間嘅質子膠膜只要允許氯離子或者鈉離子單向咁樣通過，氯離子只會單向通往裝有淤泥嘅樽度，淤泥中嘅厭氧細菌就會發生缺氧呼吸反應，當中會產生氫離子同氯離子結合產生鹽酸，而鈉離子就會單向通往裝有微藻嘅樽度。完成上面呢個過程之後咧，海水嘅鹽分就大大咁下降啦。而且喺呢個過程中仲會產生電力，所以我哋嘅裝置既可以將海水化淡，又會產生綠色嘅能源，真係一舉多得啊！我哋呢件產品咧就可以用喺沿海地區嗰度啦，為沿海地區咧提供一個穩定嘅淡水資源啦，同埋能源嘅。我哋亦都咧呢件產品咧其實就好簡單啦，就可以就地取材，應該可以做到出嚟啦。如果呢件產品咧喺香港度使用咧，就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加多嘅綠色能源啦，同埋令到咧淡水嘅數量咧亦都可以增加嘅。我哋希望咧呢件產品咧可以為香港咧用傳統嘅海水化淡咧，可以更加環保咁樣去解決淡水資源短缺嘅問題啦，同埋可以提供到一個綠色能源嘅。